大家好啊！今日咧就係5月15號啊！5月15號就係抽獎日啊！我哋嘅 Dream TV 個 TV Board 咧就係藍圖第7代㗎。今日咧就抽獎，預備咧就抽獎第3部嘅3部啊！記住一定要係香港嘅地址啊！香港嘅地址咧咁樣直接咧就會寄出啊！記住一樣嘢，大家當你哋開啟你嗰個通知入邊咧 ，YouTube 入邊咧會通知你，譬如你中咗其中一個嘅話咧，我會send 一個 message 俾你喺 YouTube 嗰度，你喺1個星期內咧就係話聲俾我聽你個地址同埋電話同埋你個 email， 我哋咧就會安排咧係香港嗰個地址咧送出噶啦基本上咧應該就冇咩問題嘅送出，但係大多數啲朋友咧參加咗抽獎之後咧就唔理我嘅 email， 好多時咧就中咗獎佢哋都唔知嘅。你一過咗1個星期之後，你再回覆我咧就冇噶啦，我將會咧轉介咗第2個嘅得獎者希望大家喺1個星期內你就通知我一聲好嗱，我準備係抽獎之前咧就再同大家講一講呢個 Dream TV 個藍圖啦。你知唔知個藍圖入邊咧，我哋咧就可以喺嗰個 TV Box 嗰度咧播放出嚟噶。就呢個係屬於第7代嘅。你見過第7代咧Jimmy 咧就會係飲呢個星球影迷啦蜜桃嘅影視愛唱Smart 2呢個係冇廣告噶呢個愛一凡其實愛一凡咧我就覺得呢個 app 咧就因為係免費嘅，亦都係咧所有嘅電影同埋呢個電視劇，最主要電視劇非常之 update 嘅仲有另外電視迷咧最主要都係針對一啲嘅香港嘅乜嘢線台嗰個節目比較多啲唔多嘅，呢個又需要咧你要識得撳一撳佢嘅上下之後咧記得需要按一個嘅mouse 一個咁先可以運行嘅咁大家要注意呢樣嘢啫。咁另外咧即係 Jimmy 咧又試俾你哋睇下星球影迷星球，譬如影迷星球咁樣，我而家播緊直播咁樣，呢個享譽直播嘅變咗直播咧我呢度直播嘅你見到 Jimmy 咧亦都係有個手機嘅，你見到 Jimmy 亦都係個手機嘅點解 Jimmy 話講佢本身個 app 咧影迷星球咧可以買1送1嘅？你見下 Jimmy 啦佢而家咧呢個係直播緊嘅。咁Jimmy 咧另外咧佢有一個影迷嘅星球第7呢個 TV 呢個手機版嘅。好啦，你見得到咧個點播咧，如果要直播咧你就要按呢一個嘅，按一個公仔，見到個叫享譽 TV 嗰按一按你咧一個咧享譽 TV 咧佢亦都會直播嘅。你見到變咗咧而家我咧就手機可以直播TV 播嘢嘅直播呢個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對我哋嚟講有一樣嘢咧，有樣嘢咧就同大家講，有樣嘢大家同大家講就呢個手機版咧佢有個限期嘅TV Box 咧就冇問題啦，直接你懷為止啦。而家已經第7代啦應該就好有信譽嘅。咁呢個手機版咧就照我所知嚟講就應該係可以用到3年嘅啫3年已經好足夠嘅啦。所以變咗咧佢而家咧就可以呢個 app 入邊咧可以用喺個機頂盒同埋呢個手機版即係話聲俾大家聽如果要申請呢個手機版嘅話咧，有一啲嘅問題咧佢咧仲未係解決嘅，我相信會好快就會解決晒噶啦。點解咁講法咧？譬如你想申請個手機版嘅話咧，其實咧最緊要咧申請咗一個嘅賬號同埋呢個密碼就搞掂噶啦。但係咧開頭咧我都唔知點搞，去問一問個客服啦，客服就話：喂，佢俾翻呢個第6代嘅資料俾我，冇用啦，大佬，第6代嘅資料都唔同第7代嘅，第7代要用呢個手機版噶嘛。好啦，到呢一度嚟講咧。好，大家好嗱。你如果係買開呢個 Dream TV 嘅話咧，第7代嘅話咧，咁手機版咧，你一定要咧喺一個網上嗰度咧打翻呢個43066CC 咧，就下載呢個第7代手機版先手機版。然之後咧咁你需要咧註冊賬戶密碼嘅。當其時咧，我揾客服咧，佢係俾咗第6代嘅資料我，叫我去註冊。
梗係唔得啦，第六代點同第七代噶啦。所以咧，我希望大家咧，如果喺一節電腦買咗之後咧，最好咧就揾一次咧，就同你咧就係揾翻個賬戶同埋密碼嚇，咁啊可以咧就咩？你有密碼同埋賬戶之後咧，你就唔需要理其他噶啦。呢個密碼賬戶咧，應該就會有3年年期嘅，變咗你可以擺喺邊一度都可以。譬如你呢部手機咁樣打咗入去之後咧，佢就可以註冊到，註冊咗就可以用噶啦。跟住你第二部手機，你亦都可以打翻呢個密碼同埋呢個嘅賬戶入去嘅，變咗咧，總言之係只係有一個人。譬如你有2部手機，只有1部手機可以上到網。如果有第2部手機又再打入去咧，唔可以同時嘅嚇。同時嘅話咧，只有呢個 TV Box 同埋呢個手機咁先可以同時可以用嘅。大家要注意呢一樣嘢啊！手機版咧，記住啊，最好咧揾翻你嗰個嘅供應商嚟問一問佢啊。你問客服咧就冇用嘅，暫時嚟講佢未解決到嘅嚇。請大家注意呢樣嘢。就 Jimmy 咧就準備咧就係抽獎啦嗱。仲有一樣提大家嚇，中咗獎嗰啲朋友咧，就記得喺1個星期內通知我一聲啊，然之後咧，我會好快咧就會寄由香港咧寄俾你哋噶啦。好啦，咁亦都係多謝一字電腦幫手咧寄出嘅。好啦，咁而家再睇翻喺香港嘅時間咧，暫時嚟講咧，Jimmy 就係2點半啦，2點半啦，見到2點半啦。咁香港時間咧就係9點半嘅。好啦。咁再睇翻呢個 Dream TV 第7代藍圖開箱啦，3部第7代藍圖電視抽獎嘅。好啦，咁應該係15號開始就有3部抽獎。好啦，咁我複製咗呢一個嘅影片之後咧，再去翻呢個網站嗰度打出嚟找出嗰個嘅人數就係433嘅，433留言啦，呢度有大概都有433嘅留言噶啦。好嗱，咁樣咧433嘅留言啦，留言之中咧就係我要抽獎夢想第7代嘅，總共要3部嘅嗱。好啦，咁我現在開始抽獎吓，抽獎就自己會彈出噶啦，冇啦，而家完全冇啦。我開始抽獎開始抽獎啦，1、2、3，好嗱。抽獎呢3位先生係咪已經彈出嚟啦？我將會通知佢哋咧，叫佢哋寄翻呢個地址，香港嘅地址同埋電郵同埋電話俾我，我會盡快由一字電腦就會寄出噶啦。好啦，多謝大家嘅參加嘅抽獎好，暫時係完畢先。